大家平安。赦免人是因为代志已经过去，咱毋通阁互遮个代志来捆绑。伫圣经的中间，咱圣经安尼讲，所以人伫基督的内底，这就是做新创造的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家拢正变做新的。伊讲伫基督的内底，咱是新创造的人，所以咱毋通阁去互遐个代志甲咱捆绑掉的。特别这是一个旧的代志，咱日子一日一日咧过，昨对咱来讲是已经拢过去的代志啊。新的是今仔日搁来头前的道路，所以伫基督的内底，遮个代志拢已经过去。总是咱真正看见真侪人，伫做旧的代志，伫几十年前的，伫几年前的，伊也拢记条条咧。因为伫因的心内有太侪的伤害，伊受人欺负，伊受人看轻，伊受人无公平的对待，有太侪对到互因心艰苦，伊毋甘愿，伊硬心，所以伊旧的代志伊无法度甲伊偷绑，伊就行袂过啦，过不去。虽然这代志已经过足久啊，过60年啊，但是就是过不去。当然是安怎过不去？因为过不去的人，就是因为伊有伊受的伤害，对伊内底是对伫伊的心底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当然迄种的痛苦，迄种硬心，迄个毋甘愿，真正互伊挡袂过。总是这个圣经在伊讲，若是伫基督的内底，安尼咧讲啥物？虽然这个代志捆绑你，互你遮艰苦，人伤害你遮尔严重，但是你若看耶稣，你倚靠耶稣，你明白耶稣的旨意，这个代志拢会过去。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讲，这是一个命令。若是我甲你讲，恁着听困着你的人祈祷，哦，这挑战真大呢。我若要怨恨你，就袂歹啊；我若莫报复你，就袂歹啊。圣经讲，着爱搁甲听，听搁无够呢，搁着爱替伊祈祷。这种的挑战实在有够大。到底这个原因伫倒位？就亲像45节所讲的，互恁真做恁伫天灵爸的囝。因为伊，互日时伊起来接歹人甲好人，伊也好管压义人甲不义的人。咱看见上帝才有一个真普遍的恩典。上帝毋是讲咱做基督徒欢喜照伊的教示行，我互你日头晒你，我互你逐种的生活。咱知影日头甲雨水，这是咱基本的生活拢需要的。咱需要日头来晒咱的身躯。互咱的迄个五谷菜色会当大长，咱嘛爱需要雨水，反正就是支持咱性命的基本需要。上帝伊的恩典是普遍伫正人的身上，所以上帝伫迄个耶稣伫即个所在，伊就伫即个所在甲咱命令，是即个原因。上帝的恩典是普遍的，伊对好人是安尼，对歹人也是安尼，伊互人的恩典拢平平拢共款。所以咱既然今日正做伊的囝儿。你搁较认捌伊，你听伊的故事，甚至你本身已经互伊偷绑，你毋通搁甲遐一般的世俗的人共款。所以恁着听，恁着搁为伊祈祷，毋是你无报复就真好，是真正爱搁用听，用实际行动来替伊祈祷。伫英国有一个牧师叫做海蒂牧师。伊即个牧师，伊就含伊的查某囝含伊的丈夫，因为伊的丈夫伫受英国的宣教，派到伫迄个香港的所在。即个海蒂牧师，伊伫迄个中间，含伊丈夫是受派到伫迄个香港真平民的所在。假使你若有机会看影片，也是你有机会去到伫迄个所在去明白因迄个送乡的贫民窟。因所住的是一家啊，一个人住的拄好的贫民窟那定。因真正是迄个所在，迄个像亲像鸟人啊，搁骨啊赞啊，徛去伫迄个真正一间厝世界间已经徛要几十人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咱伫遐看见迄个环境是非常的歹。毋若安尼变数真有限，所以迄个所在臭着破味，真垃圾，鸟鼠啊足侪，家纸拢到处拢是，因迄个鼻实在是真艰苦。有一天，因的丈夫受派到伫中国咧做工，所以海蒂带伊的查某囝只有4岁啦，定就到伫贫民窟的所在。迄个所在有一个青年，伊吸毒、吸海洛因，
啊，伫伊咧做工，一直咧关怀迄个贫民窟遐个送乡遐个可怜人的时，为因祈祷的时，因的查某囝伫迄个所在，煞互伊强奸。当即个囡仔强奸了后，伊就开始无安全感。伊暗时要困的时，伊拢一定要举一支刀啊！毋若安尼，逐暝困，逐暝拢做噩梦，伊就拢不时拢叽叽叫，啊，足歹困的。甚至伊开始伫迄个受即个人欺负了后，伊开始有一种迄个暴力的现象，常常甲伊的小弟安尼甲，啊，甚至伫因兜就摔东摔西，摔来摔去。所以伊真正伫暗时咧困，拢爱举一支刀来时。当然做老母的，佮丈夫无伫身边，伊佮遐尔啊少年，伊的心真正是真艰苦。伫真艰苦的中间，当然带去看医生。当医生听讲即个囡仔拢举刀啊咧困，逐暝拢叽叽叫的时，连医生都感觉有够痛苦的。即种的疼，人才会挡会牢。伊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，伊一个真认真因带人去关怀遮个人的人。所以虽然伊的囝受到遮尔大的侮辱、甲欺负、伤害，伊毋敢埋怨上帝，但是伊心也是真艰苦。伊就常常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伊伫遐敬拜俄勒，甚至用跳舞跪咧祈祷。伊逐工就是安尼咧祈祷。祈祷的时，有一天上帝就甲伊问讲：你阁有要疼送乡人无？伊讲：主啊，你知，我愿意。主啊，我愿意。总是伫伊的祈祷，伊还佫讲上帝啊，敢会当互你的疼，真正全部拢灌压伫即个地上的中间，毋通有即种的伤害人的代志发生伫我的环境的内面，伫别人的环境，伫所有的人的环境的中间，互人无伤害。虽然伊常常安尼祈祷，伊日日安尼敬拜，但是规年来伊所拄着遮个艰苦拢无透放，伊犹原是非常的痛苦，所以伊就离开迄个环境，转去到伫英国的所在。查某囝渐渐大汉，就伫英国的中间读册，读啊佫较大汉，亲像咱今仔日的国中、高中。无拍算有一天，上帝佫找伊转来到伫迄个香港的所在。有一天，伊佫安尼咧祈祷，遮个代志拢一直捆绑伫伊的心，足痛苦的。伊知影上帝是真，伊知影上帝会做工，但是伫即种看因查某囝遮艰苦无好的时，伊也是足痛苦。所以伫祈祷的中间，有一天上帝就甲伊问讲：你知影迄个人无？伊甲上帝讲：我知，伊叫做希瑟。牧师讲：好，你知影伊叫做希瑟。伊讲：你敢知？希瑟逐工拢伫我面前祈祷，求我赦免伊。今仔日我爱你，我嘛爱你去甲伊来赦免伊。希瑟讲上帝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已经有赦免伊啊，只不过是无去看伊。上帝讲你的赦免无完全。伊讲上帝，你敢知影伊做啥物代志？上帝讲我知啊。上帝讲我疼你，我爱你知，我定义是为家所留的宝血，我是为着世间人每一个人所留的宝血。我常常为着遐个强奸犯流目屎，我为着遐个抢劫犯流目屎，我为着杀人犯流目屎，为着遐偷摕人的囡仔去卖拐卖儿童的，我嘛为伊流目屎。伫世间你想袂到的遐上介歹的人，我拢咧为着伊流目屎。主教海蒂牧师讲：你敢知？我是为家顶所流的宝血，我毋若为着你流，我为着遮个所有的每一个歹人咧流，每一滴血若流咧，我拢甲遐个人讲：我疼你。佮流来，我就讲疼你，杀人犯我疼你，强奸犯我疼你。当迄个海蒂牧师听到这个时，伊就爬起来，牧师迄个主教讲我爱你，去甲迄说去遐甲赦免。伊真正上帝甲讲这个话了，伊就爬起来。伊爬起来了后，伊随到迄个贫民窟，一个也就认出迄个少年家啊。虽然过来年无看，伊随时就认到。伊就讲：“Hello。”我知影你有甲上帝求赦免，你甲耶稣求赦免是毋是？伊甲伊点头。伊讲即个时阵，
我爱你来替我祈祷。所以，虽然迄个贫民窟的环境遐尼吵，但是即个海底伊阵规咧伫迄个所在，即个黑色伊就欢手伫海底的中间求上帝的听。伊讲我需要上帝的听，我需要足济的听。若无足济的听，我真正无法度写面。我需要足济的听。所以当即个黑色欢手伫伊中间为伊祈祷，求上帝对天降落上帝的听的时，伊发觉伫迄个环境已经毋是迄个贫民窟的草味，是规个拢互上帝的听归类，拢甲伊围掉咧。啊！伫迄个围掉的中间，伊心灵真正感觉非常的充满，喜乐慢慢出来了后，伊就爬起来。伊为着迄色祈祷了后，伊讲我已经赦免你。迄天转去，咱知影，迄个香港日时的时，英国是暗时。啊，所以伫天父，伊拄敲电话转去互因查某囝的时，迄阵拄天父转，因查某囝讲：妈妈，你敢知影？我6年来，我头一摆真暝困到天光。即个查某囝伫迄个所在，伊的病完全得到医治，迄个袂困疾，迄种的困乏完全袂困疾。马太福音第6章14节15节，上帝就是安尼赦免你。你若赦免人，其实就是对你的一种的恩典。你伫遐咧怨愤，你毋甘愿，你无要赦免人，你等到硬心，你暗时袂困觉，你头壳痛，若安尼，你着精神无好，甚至着忧郁症。有的人着真正因为安尼自杀，就是因为你无要赦免，因为你毋甘愿，所以你日子过到足痛苦，你过无落去。所以上帝命令咱赦免人，乃是为着咱的恩典。上帝讲，你若无要赦免人的过失，天灵的爸也无要赦免你。但是你若赦免人，天灵的天父也要赦免你。这两节的圣经在咧讲啥？赦免人已经甲上帝的关系结连。当你咧赦免人的时，你已经称作上帝的囝，你已经甲上帝的听三角结连。所以上帝讲，我用新的诫命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。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三听的关系是伫对对来，就是对赦免。你无赦免，哪会三听？假使你若有印象，伫2020年，2020年5月25日的时，迄阵的新闻非常差不多逐工拢咧报即个新闻，就是伫美国有一个迄个会议的一个美国人就对了。会议的美国人，伊46岁，伊摕假钱去买物件，结果去互警察掠去。当即个警察甲伊掠，扣手铐的时，甲伊放伫涂骹，即个警察用单丝规个，用迄个规个骹头钉伊的颔棍。伊无几分伊就躲袂掉，伊讲我袂喘气，但是警察拢无插伊。8分钟，即个黑人弗洛伊德就过身。当即个代志爆发了后，26号，所有的黑人规个出来都开始咧暴乱，因去伫商店的中间，迄个超市抢劫足济的货物，甚至因放火烧民间的厝，因嘛丢汽油弹，反正暴乱非常的严重。毋是干那伫迄个城市内底，是足济的城市，遐个非洲人、遐个黑人拢挡袂牢，规个拢暴乱呀。伫即个暴乱的中间，咱知影，迄个涂骹若是有暴乱，一定拢有足济垃圾的所在，足济粪扫。特别就是遐个暴乱的人心情毋好，都要破坏即个城市。伫新闻咱看无到的所在，就有教会过日起来，透早开始扫涂骹，甲涂骹扫甲真清气，互人真感动。毋若安尼，咱知影伫暴动的中间，有足济的超市拢关的，你好野人拢会当款足济物件转去厝囤啊，但是爽乡人因无啊。所以因想要去迄个商店买物件的时，商店拢关的，因就无要买日用品，因就无通食，无通用，就开始有百姓出来，家己自发的去买足济的食物来分互遐个
需要送养的人来生活。开始，因就有足济无共款的州，拢开始出来咧游行。伫迄个无共款的州的游行，开始有白人的警察开始出来。伫迄个白人的警察，甲遐游行，侪黑人斗阵，当然嘛有足济白人的百姓斗阵，甲遐黑人手牵手，伫迄个所在三甲示威游行。甚至伫因一个警察局长，伊跪咧，伫迄个游行的人的中间，伫遐认罪赦免，认错阮的警察是阮毋对。甚至我相信这影片有出来吼，因为我有看到，伫迄个时阵有一阵的警察跪咧，伫迄个游行遐个所有遐个百姓反抗的百姓的面前，点头伫迄个所在求赦免，其中一个人伫迄个所在来甲因认错，求赦免。代志有真济开始咧反转。有一天，也搁咧游行的时，一个非洲的囡仔一直哭，伊看见即个动乱，伊想到家己过去的士大人，也伫即个种族歧视的中间受欺负，伊一直流目屎。一个白人的警察转去甲揽咧，甲安慰，甚至摕水互伊啉。教会做遮的工，侪基督徒带遮的百姓，甚至足济百姓开始来认家己的毋对。当因欢喜，无爱阁用歹对歹，承认家己的毋对的时，就亲像你欢喜赦免你的刀啊放下的时，人的性命就无共款。所以，伫迄个时阵，迄个弗洛伊德就是因的小弟，迄个过身，迄个黑人的小弟，伊就甲证人讲，代志到遮煞，咱莫阁抗争，因为我相信，这毋是我的兄哥所爱看到的。耶稣讲，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爱相听，因为我就是安尼听恁。恁犯罪，恁得罪我，恁侮辱我，佮一摆甲我顶十字架。你咧出卖我的时，就是一摆甲我顶十字架。我也阁欢喜赦免你，我留机会互你。伫人的中间，咱人若有艰苦心的时，咱拢试过去斗，试过去讲，总是要甲你讲。你若安尼斗，你去安尼讲，无人会帮助你。人只不过听咧尔定，遐个人真正袂安慰你，真正安慰你的，受你家己欢喜放下，靠着主的气力，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医治。所以，伫我的姊妹，我会记得这两个故事，我伫遮拢捌讲过。阮有一个老师，伊做高中的老师，因两个囡仔拢足优秀，伫细汉的时，伊足好甲训练，两个拢是伫学校拢第一名，伫班级拢第一名。后来佫保送乡中，拢读甲足好势。但是囡仔还袂读高中，迄个时阵伊规身躯拢专业。伫迄个到要过身的时阵，因为伊个性真强，人咧甲讲啥拢毋听。伊怨恨伊个家己啊，伊怨恨伊的丈夫，反正大家拢毋对就对啦。两个囡仔虽然伊足疼伊的，但是伊也是常常甲伊骂。爸母迄个伊的新妇伊也怨恨伊的丈夫，伊也常常拢安尼骂，常常安尼骂。伫有一天做礼拜煞的时，我无事你请我，我请你替我祈祷。迄阵伫教会罗家教会，阮中昼拢有留咧食饭，所以阮两个就伫教会内底，人拢离开礼拜堂，干那阮两个，我伫遐甲伊讲，你爱赦免，我带伊认罪，求上帝赦免伊。伊讲我欢喜赦免我的大家，我欢喜赦免我的丈夫，我欢喜赦免这，我欢喜赦免这，欢喜赦免这。当伊欢喜赦免了的时，伊规个人拢变做一个人。开始伊的面有笑容，毋若安尼足发光的，因为开始后来伊的癌哪来哪严重，我差不多3、4天、4、5天就去因兜甲探访一摆，开始听伊咧讲话，我就知影伊佫无偌久会过身。我安怎知影伊会过身？伊讲上帝，我迄个牧师，我昨做一个梦哦，我做一个梦，梦见讲吼，
我去迄游乐场所，足水足水的，足水的。我伫遐足快乐的，我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咧享受迄个场所的快乐。我的灵的感动是伊的日子无久啊，所以我阁过2日，我阁去甲探访。伊讲牧师，我昨暗咧困的时候，我看见明明的我是安怎，我的人海变一粒足水的花。我知影伊的日子近啊。伊咧问讲牧师是安怎？我实在是迄阵伤少年，我袂晓甲讲你准备什么好势。我无甲讲，我甲讲你祈祷上帝，我甲他祈祷上帝安慰伊。我毋敢甲讲你的日子要近啊。当然到后摆足歹的是，虽然伊一直癌拢伫的，要较少，但是无共苦。伊甲伊的丈夫迄个感觉就无共款，因为伊都无上班，啊，阮有早倒回嘛。伊有一天早倒回来，伊就讲伊的丈夫即马伫工地，其实因丈夫是足优秀的，啊，因为伊介强，也知影怎足有能力的，可以变一个准敢若足无路用的人，准变伫咧做，准伊所有的技术拢无咧用啦，科技的技术拢无用，就去到伫工地，因为找无头路，就去咧共顾问、顾技师的工场的迄个咧做工的迄个空地的迄个所在。我甲讲。廖老师，咱要来看你的先生无？伊讲好，啊，阮早倒回就有已经有过来的人啊。我驶一台车，我驶福音车，一台车坐甜甜。哦，廖老师笑嘻嘻，我毋捌看见伊迄种灿烂的笑容。当伊欢喜下面的时，伊对丈夫就完全无共款。我嘛会记得我甲你讲一个琼文的故事。迄个琼文，伊有皮肤病，伊有迄个骨癌，伊乳房对乳房。迄个癌症开始，然后伊就皮肤病甲骨癌。你去甲探访的时，对头到尾伊拢无要插你，所以听伊讲话，就是逐句拢负面的。我看到我丈夫足讨厌，我看到啥会足讨厌。我有一天头仔拢听伊讲，到有一天我就讲，我看你的丈夫吼，比我的翁婿足好的，好几啊倍。但是我嘛感觉我足幸福的呢。我要甲讲的是心态无共款。起头我去拢无要看我，后来开始知影我真正是用听咧听伊的时，伊会甲我讲话。到最后，伊就开始讲伊的痛苦。我甲讲你需要释放，你爱内在医治。伊就有一天走去教会去找我，我甲伊做内在医治。伊讲起伊细汉的伤害，伊讲起伊伫做婴仔的时，老母做伫外口做事甲等的。啊，拢无咧插伊，巴肚枵哭，尿珠仔淡哭，拢无人伫的。伊敢若会记你讲，伫因咧庄骹的厝，迄圆仔茶，咱的厝圆仔茶，哭的圆仔茶酒桶的声。伊讲我到今阁会记你，啊，我拢倒伫摇篮顶。我怨恨我的爸母，我怨恨我的丈夫，逐个拢许我怨恨着，无一个好人啊。当然我知影，伊就是因为怨恨硬心，伊的细胞病变。所以伊的癌道开始恶化，毋那是对面癌开始尔，伊开始骨癌，手拢袂使摸一，甲摸一伊就会疼。我安尼甲摸尔，伊就会疼。甚至伊的皮肤癌，规个拢是。总是伊欢喜认罪，伊欢喜下面的时，伊的人拢变。咱看见两个事实，咱看见佮头仔迄两个故事，大故事，甲这两个人的见证。饶舌所带来的，其实就是恩典。迄已经过去啊，你何必得互伊来捆绑你歹过日？既然耶稣爱你下面，伊已经为着你死，伊已经每一句话甲你讲，我爱你。伊血嘛为着迄个杀人犯讲，我爱你，我疼你。耶稣毋是安尼，伊的疼，伊的恩典是普遍的。所以耶稣甲海蒂牧师讲，我爱你，去甲伊下面。我爱你，去到伫伊遐真正的下面，是下面带来医治，下面得到人民，佮称做上帝的囝。所以耶稣讲，我用新的改变互你，是恁着三听，因为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相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真正是我的学生，恁照我的行为来行，我安尼咧对待你，你安尼个对待别人的时，恁真正是我的学生。三甲祈祷，阿爸，阮知影
伫人生的中间，逐个人多多少少拢会得到伤害。总是伫伤害的中间，有真侪人就是过袂去。阮有真侪基督徒真容易就食甲遮个代志交互主。总是阮看见真侪基督徒嘛受到遮个代志来捆绑。主你知影，检测伫阮中间也阁有即种人，因为因受到迄种的伤害太严重的，因毋敢讲，迄种的伤害真正讲袂出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上帝，你知影因的心的艰苦，你互因知，你已经为着即种互人侮辱的痛苦钉死伫十字架。你所留的保护，你对因讲，你疼伊的时，是要对因的医治。互阮今仔日，假使伫阮中间，也阁有即种人有即种的经验的时，互因会当体会到，耶稣基督已经替伊担遮的歹，你已经将你天顶完全的疼来医治。割抹因心内所有的伤，互阮内底每一个人，要搁互遮个痛苦来捆绑，是完全伫你的面前来讨棒，是一个行路有力、学了上帝、有见证的人。迄个伤虽然阮无法度袂记你，但是已经无法度伤害阮。反倒当阮会当用着这来夸口讲，阮靠着主，阮得胜有存。愿你互阮对你得到即种的快乐。伫人的面前会当做的是即种得胜的见证，阮用信心甲感恩来学了你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